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9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导数台，头先就来报您知。讲到海草搭公投议题，外界认为讲公投通过几率真悬。苏贞昌表示讲，南电北站也无多减少土炭发电。潘中正认为讲，政府安尼是咧威胁民众。王美花表示讲，政府除了有可判专用水井，也有水资源调度，确保5月底以前用水没有问题。中国正要拼大成推出一个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App， 世界各国敢会接受中国资料的恐惊怪观察。讲到海草搭公投议题，外界认为讲公投通过几率是真悬。若准是无多起天然气接收站，政府敢有其他的对策来应变呢？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讲，恐惊爱甲中南部的电送到北部去，甚至会拖慢减少土炭发电速度。不过海草搭公投代表潘中正却认为讲，政府安尼讲是咧恐吓民众。海草搭公投议题持续咧滚价，照人数的情形来看，外界跟破公投过关的机会真大，可能会冲击到起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2018年政府已经公告停止起深澳电厂，若是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法度起，行政院敢有备案，加做国会质询的焦点。我们希望以气代煤，希望早日减少。如果这个3阶不能顺利，那势必要用其他地方南电北送、中电北送等等，那势必会减慢了，或者甚至于减缓了这个要减少燃煤。苏贞昌强调讲，政府的政策就是量早减少烧土炭，用天然气发电，嘛当先砍挂保证，未倒退去启动深澳电厂、甲第4核能发电厂。若是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有顺利，会当早日减少烧土炭，稳定供电，就会甲完整的资料甲大家报告。不过南部的电或者是中部的电送对北部去这款的备案，伫咱海草搭公投的头人潘中正，算是真恶认同。有各种方式去解决我们的电力的问题，比如说还可以节电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没有认真的去跟人民做个交代，然后就中电北送、南电北送这样的议题，我觉得这还真的有一点要继续恐吓，我觉得这个态度我是觉得不可取啦。潘中正认为讲，政府亲像是一直以武唔着重点的方式伫解决问题，强调讲应该调开听证会，提出数据公开讨论，才会当互问题有真正的替代方案。即马海草搭公投连署的数量一直欠悬，看团甲政府对关的气味嘛是愈来愈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今仔日是带着大队人马去到中选会，交105万份连署书。江启臣强调讲，伫8月2日投票日进前，会去到台湾各地头进行宣传。除了反对3肉精猪肉公投北大选，也有海草搭公投，以及着重新启动核四厂，这4项公投案会伫8月2日进行投票。早返来伫公投甲公投北大选的连署书，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立委林为洲等人为国民党中央出发，沿路发出返来伫故事安818拼公投的口号，一路护送105万份连署书的6台卡车到中选会参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华民国有公投以来最高的公投连署份数在我们面前。不是交完了以后就莱猪就不会进口，还要在8月28号用投票哦，更难呐！老实讲，比联署更难的公投票要走出来，到投票所去投票。为国民党正式发动2公投连署到送行大号2个月，连署数量分别是返来伫528800张，公投北大选是522050张。那早些顺利将伫8月2日进行投票。8月2日有计定的公投案目前有4案，包括已经成案的中期核数公投，3月初9送行的返来伫公投北大选，甲将伫3月10日送行的定爱做大公投。若是公投拢通过，政府有缘无作为，核数公投领头人不随收经费，爱承受政治后果。中油观塘3间开工，台电重启核四停工，它如果有种就是2年之后就这样喊，那它就必须要承受这个政治的后坐力，而且2023年的到期日离2024年的总统大选大概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吴素修指出，为2018年通过的公投案来看，甲纳入无明显相关，也毋过真明显不利执政者，所以也代表执政甲民意有落差。目前的6项公投案，若是伫8月28公投通过，一直到2023看袂到政府有任何作为，将会反映伫2022也是2024的大选。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咱台湾欠水的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政府除了有可化专用的水井，也佫有桃园新竹之间的调度，甚至是海水变井的方案，确保伫5月底以前用水袂有问题。目前也已经通知工业区欠水期间会当使用地下水。另外，针对着早当流的部分，也会调度水资源。最近水情紧张，经济部长王美花提出科学园区厂商用拍井储水，引起议论。行政长苏贞昌提到解释，其实3年之前政府已经投资将近10亿拍水井，提前部署。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除了控限水井，也有土地监管、新竹海站厂这闭关调度方案，确保5月底进前用水充足。每天可以有20.5万吨的水，那另外海淡厂那个新竹的海淡厂每天可以产出1.3万吨，那另外就是抗旱水井等等。新竹水情尤其严重，目前是第3期严重用水的甘蔗地区，德科半导体甲面板厂这用水大户已经做好启用水车载水的准备。除了土地监管送水水利署也启用稻埕溪高滩地17个闭关水井资源，逐工储水3万吨，也甲新竹市合作社水资源回收中心2月开始，逐工将1500吨再生水使用。到目前为止，我们利用这些水井所使用的这个水量，并入到我们的自来水供水系统里面的这个水量超过520万吨，一天可以供应20万吨的水。到这个大新竹地区哦。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去年11月和水利署紧急的这个设置了海淡厂哦。桃园市长郑文灿车到也是早抗旱应变抽水强关，表示资源新竹无问题。目前闭关水井甲工业水井拢已全面使用，政府已经通知工业区，无论是收水宽松，伫抗旱期间应用地下水，也调度水源提供一级调度来使用。那我想这一次抗旱是多管齐下，河川取水是创举，包括我们各工作站的团队那全力以赴，终于让这个一期稻作可以顺利的插秧播种。另外，欠水今年台南第1期调度大面积休耕，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卡储水库到5月底6月也无集水，恐惊连第2期调度也受影响。希望天公伯到3天落雨，将民生用水甲农业用水的问题拢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有的人因兜是使用地下水，无用水倒水。伫高雄、美浓、吉阳、吉东这4个里，并迄个所在，大约有1000多户的民众。平常时因拢是抽地下水伫咧使用。浸刷开始欠水啊，毋但抽无地下水，连水倒水也无通用，无水也就爱去载水转来。这款情形已经2个月啊。民众骑乌多摆来回咧载水，一届载2桶，载超过20抓，才有够规家伙啊一天的民生用水。所以平均一天要自来水管线在这2里是没有自来水管线，只有到集合而已。吉阳里跟吉东里是没有自来水管线。那现在还没有看到水车来啊，所以百姓只好自力救济啦，等政府来管它啦。即马水情真热辣，高滨溪的水流量真少，连较浅的地下水井嘛抽无水。后美拢遮的靠水井最过日的民众是海惨，亲像是当地吉阳、吉和、吉东、甲清水等等4个里，差不多有1000多户的民众，徛喺附近的水井抽无地下水，阁无自来水通用，都爱逐工骑乌多派来这个所在的地下水井载水登去用。这2年都刚好遇到酷旱的季节啊，那我们地下水的水位可能会有一点下降，所以我们当地的居民可能会抽不到水。因为我们公司的既有的供水系统，目前供水已经饱和了。已经没有多余的这个水来供应这个吉阳地区，所以我们公司有规划在当地来找一口深井来提供吉阳地区的民众使用。市府表示，当地住户分散，虽然有自来水主要的供线，不过要分机去到人家厝，也是爱办自来水沿港的工程。自来水公司规定讲，办理工程进前，都要先开展水源。不过针对这点，甲当地居民也是无共识。市府伫这礼拜5会阁邀请相关的单位来协商。
也若民眾反映講水車無來的問題，市府講車牌已經請區公所派水車送水，不過區公所因為聯絡袂到當地里長，會為7月開始派水車定點用水。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嘅晶片設計公司透過共同創新嘅方式，甲台灣某一間 IC 設計公司嘅利益員工合作，佇台灣設一個大型研發中心，而且用一年薪水2倍以上嘅績效，甲台灣上百個工程師找去中國去做研發。新北市地檢署最近接到通報，調查處也開始調查這間公司，專案依照違反兩華人民關係條例，甲公司嘅負責人等人帶登去勸問。檢調人員來回出入台北市調查處，再等來幾日行閘口嘅證物，因為新北市地檢署接到通報，講中國嘅比特大陸公司，佇無經過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許可，就佇台灣成立智深科技有限公司、甲深度互聯有限公司，再閣透過共同投資新創公司嘅方式，再閣甲開發 AI 晶片嘅中國大陸晶片設計公司合作組一個專門用超過2倍嘅薪水，甲別間公司嘅人才挖過來團隊。這個團隊3年時間已經挖走幾廿百個台灣的研發人才，已經涉嫌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檢方查到發動搜索，而且約談2間公司的負責人甲相關的人士，攏總19個人。國內半導體技術真發展，成做紅色供應鏈積極挖人才對象。這個檢調查，查到挖人才團隊是國內 IC 設計公司的一個前研發人員，擔任大陸新設公司的董事長，而且閣有進前迄間公司的同事加入，佇台灣偷偷設一個大型的研發公司，則閣用原本2倍以上的薪水，甲有真出色研發能力的研發人才挖過。這個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內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事實上，佇美中科技戰了後，國內這幾年已經發生幾啊件半導體人才去用挖去，也閣有核心的技術去用偷提去的事件。以前過去中國比較擅長，那麼去進行海外的一個優質資產的一個收購，那麼以及在人才的一個挖角，那麼似乎在現階段也是取得比較困難。那麼所以他們要走向自主研發的話，相對就需要這個台灣人才這個部分的一個挹注。而且台灣其實在目前全球的一個半導體目前是排名第2，那所以其實對於中國來講，那麼其實是最好的一個挖角對象。中國也一直提到，他要用國家的力量，也給他很多的補助哦，要來發展他的半導體業。所以確實，在對台灣來說，他有沒有這個挖角？哈，有沒有偷我們的秘密？那這個部分確實，我們這個都有在跨部會來討論，說這個怎麼樣來防堵。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像護國神山這種關係到國家的核心技術，要以國安的角度來整理所有法令，而且相關部會研究安怎甲法規修正了較嚴密。記者綜合報道。接下來，咱來關心全世界疫情消息。中國正要拼大聲推出一個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App。這個 App 雖然有種種的數據通好來證明伊的健康，不過世界各國敢會接受中國的資料呢？咱的疫情指揮中心也強調講，國際旅遊的標準是800款，會收集各國的資料了後進行研究。另外，香港也出現第3例注到中國科興疫苗所來過往的個案，也引起香港人驚嚇。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健康碼國際互認倡議，推出中國版的國際旅行健康證明電子文件。中國表示推動世界經濟甲跨境人員往來方便，推出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App， 講是中國版的疫苗護照，顯示持有人的核酸、血清、IgG 檢體檢測結果，加入疫苗才進行信息，用印紙本提供各國驗證。對中國所使用機制，台灣是不是要使用，引起大家討論。國際的旅遊協會的 IATA 他們也有另外一套標準。那現在中國這邊也很有企圖心的，有推出了一套他們自己的標準哦。那台灣的部分，我們當然都會在針對目前的各項標準都來做研究了。另外，香港開放做疫苗，新增加老師、司機、餐廳員工等7大族群，有要做科興、復必泰疫苗，不過傳出有不良反應。科興疫苗已經出現第3件死亡個案，復必泰疫苗也第一擺出現，做了後無數次入院，引起香港人煩惱疫苗安全性。喺未有足夠第3期數據，不論你係咩疫苗，阿斯利康好、科興好，都應該要停止嗰個群組嘅接種，直到係收翻足個數據先做。後睇下咧，就係譬如你整體上嚟講，疫苗嘅接種咧，嗰個效益是否係大於風險？咁就即係呢一樣嘢就係嗰個判斷嗰個嘅即係原則。
香港人关心疫苗副作用死亡个案，也号做疫苗为初期的超过9成，6到7成之。香港民主党政府本该安排劳动人做科兴疫苗，不过港府强调会检视相关个案是毋是甲疫苗有关联性。港府特别暗示也向封锁检查处的大楼，详细检测差不多500人，无发现确诊个案。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洪都拉斯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指挥中心表示讲，经过专家会议的决定，未来外国染病返来台湾的确诊者，只要符合4个条件，就当提早解除隔离。这4项，第一是无症状，第二是抗体阳性，第三是头一届伊的 CT 值有到35以上，第四是第二届采检伊的 CT 值有到34以上。不过，新的隔离标准也搁伫咧签准当中，目前是也无确定的明确施行时间。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一个境外移入病例，978例是本国籍30外岁女性，去年5月到洪都拉斯工作，今年1月初有10篇症状伫当地确诊隔离到2月中旬，期间进行4摆采检，拢是阴性。个案今年2月21转来期间无症状检疫期满，因为工作需要自费采检，佮阳性确诊 ，CT 值是34。那其实我们会尽量鼓励就不要再检验了，但是如果不幸就是又验出阳性的话，那我们还是会列为国内的确诊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若讲伫国外冇确诊，后来经过2摆阴性采检，才入境台湾，会建议唔通过检验啊。若不幸回台，佮验出阳性，有关会列做国内确诊个案进行隔离，不过会评估以下条件，像个案已经无症状，CT 值34以上，抗体阳性等，就会互因提早解除隔离出院。CT 值在34以上，然后另外他再一次追踪的结果，如果是阴性或是大于等于34的话，那也许这样就可以认定说他就是没有传染力了哈，那就他这个就可以解除隔离。指挥中心强调，新的隔离方案也在签协中，目前无上路时间表。此外，越南阁传出技术为台湾输出确诊个案。指挥中心表示，个案是44岁台湾男性，出境台湾入境越南时 ，PCR 检测拢是阴性，第2摆采检才呈现阳性。经过调查，个案伫台湾有2回带做伙家人，也有甲亲戚朋友食饭，会列做接触者进行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咱的友邦帛琉因为疫情稳定，所规划旅游气泡上紧有机会伫这个月月中公告方案。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仁祥伫今表示讲，希望旅游气泡的方案是唔免进行居家检疫，详细部分恐惊阁爱甲帛琉迄边来做参详。天然的美景配那天白云，行程当中还阁会当畅水味，甲海底近距离接触，进行讨论真久的台湾帛琉互通旅游，有可能会当实现。外交部伫今年1月份去帛琉参加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的时阵，邀请国内旅游业者做伙去帛琉先看卖，甲当地官方单位交换意见，嘛考察观光的景点。规划未来可能的旅游动线。我们第1天其实是落地之后，我们还有进行1天的隔离，然后之后第2天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会议，然后第3天我们才有出海去采访一些比较户外的水上的体验。全程其实我们都是佩戴口罩的，然后每个地方就是都会有很严格的就是消毒，然后甚至我们在旅馆的时候是有专门的电梯通道。业者表示，疫情了后的旅游形态甲英国无同款。为着甲防疫做好，启动旅游气泡了后，出团的规模会先较细，人数控制伫10个人以下。专程是采用团进团出，嘛爱甲当地居民保持社交距离。那加上防疫的成本，未来团费一定会跌得起。初八下晡，疫情指挥中心甲外交部、交通部讨论较有路的部分，即嘛传出台湾帛琉互通旅游，若是实行了后，双边出入境唔免居家检疫。针对这点，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嘛证实，目前双边尽量是对这个方向来参详。居家检疫的话，当然就是会大家的游玩的兴致当然会降低啦。那再加上目前台湾跟帛琉都没有疫情，那这些部分都可以谈，尽量不做居家检疫，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采检的一些规范啦。根据旅游业者掌握的信息，未来台湾帛琉互通旅游嘛传出航班禁止坐甲月，上侪坐7成的人，一礼拜会当飞的航班，业者5万讲，逐礼拜8班飞行机的扣打拢会当飞。不过确定方案的内容，还有启动的时间，就要等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的北志技术特区，伊的本东仓库半暝1点外发生火灾。这个用来做本创商店的仓库本身是查起的，导火火势一到半暝3点外才全部拍花。副市长也去到现场视察，伊也表示讲北志的营运未受到影响。店内猫仔克拉克米伫壁甲哀叫，找到早起，蔡伟甲李建伦甲伊的员工立即走找大火中活落来的猫仔狗仔，可惜除了透早已经走出来扭扭角，早起只找到猫仔克拉克甲煎饼，另外3只猫仔不幸罹难，店内损失目前无法度估计。原作没有在这边，是多少国内的创作者的作品？这个我无法回答，因为没有仔细去记住这些细节。李建伦的文创商店位伫高雄北志的本东仓库，找到透早发生大火，400平仓库烧了了。火调人员一透早赶到现场调查导火原因。副市长苏德也到场视察关心。因为它毕竟是老的建筑，它不可能依照新的建筑法规来进行哦，所以它通常都是以相关消防的因应计划来处理。那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呢，我想我们也来全面来检讨如何强化这方面的这个功能。苏德表示，本东仓库虽然无文资成分，也过去拢是以文资方式保存。建筑本身有真侪烟落气，今嘛伤害非常可惜。伊也强调，本东是北志25个仓库之一，其他仓库并无受到影响，所以刷落来的展览也是月底大港开唱，拢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龟山中义路顶头有一尾龙的头挂伫咧山壁顶头，其实这是一间景观公司的造景，不过公司收起来了后却是无拆掉。景观处认定讲这是违建，不过过真久啊，拢无派人去把这个龙的头拆掉。远的所在有一只喙白甲开，伸着骹脚的大龙头，就安尼占据伫山内，有路过民众发现行一条，住伫附近的民众早已经惯势啊。也毋过，有民众为了要抓住龙的视线，伫门口种树啊。当树啊，就要挡迄条龙啊，龙看到咱就会了，身体会感觉刺刺的。哦，就这样挡着就好啦。车子都是这样来往的，比较不会注意上面。只是说有人到这边店里面或什么的，那边怎么出现一条好像龙不像龙的样子。毋但有龙，也阁有佛像甲入口所在的恐龙，这是废弃几啊年的景观公司。桃园市政府景观处表示，104年已经确定是违建，目前正咧安排拆除。这个违建它是在104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做查处，然后去查处的当下，根据照片是它当时就已经存在，然后已经荒废在那边。另外，2年啊，为安怎违建也未拆，景观处表示，拆除工作优先配合中央农地政策。105年5月21号时工中的列为优先拆除对象，受到举报随拆除，已经存在违建是先特管，然后依序拆除。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中部分署车批下晡接到通报，讲伫咧彰化丰原永兴排水3号水门的宝华外口，有一只死真久的海猪。经过确认是一种保育类的海猪，死亡原因搁来调查。海巡人员伫宝华湾发现一只已经死亡的海猪，众人合力将伊搬到宝华顶。车批下昼1点半，民众伫彰化丰原永兴排水3号水门宝华外发现这只海猪，海巡人员干部也通报中华鲸豚协会到场协助，确认死亡的是陆基属海猪。于芳苑永兴排水3号水门地方外，疑似有死亡鲸豚已知，本所立即派员现场实施搬运及初步处置。海洋保育署表示，陆基属海猪就是民间俗称的公猪，伫咱国属于以及保育类野生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作易规等级。根据我5年的统计资料，陆基属海猪扩大通报案件有当年相关的现象。2020年规年都有46件。分析去年扩大的原因有5成是因为牺牲暖气无法度判断，另外有3成是因为疾病造成的。数量的变动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们近年来我们那个完整的通报制度的建立，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天然因素的变动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海洋保育署统计，去年包括鹿脊树海底在内的鲸豚类，拢总有161只风发现扩大，其中外高城有143只死亡，甲渔业行为，也有环境变迁、海洋污染等因素，拢可能有直接也是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话说分明。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发生直升机死亡意外，死者是航太企业达索公司第3代接班人。主要原因是伊伫咧车飞透早坐私人的直升机，却是发生摔落意外，伊是当场死亡。法国时间初八天光了后，坠机现场附近游玩员看到警方严密封锁，调查人员进进出出。事发时间是当地初7尾暗仔，诺曼底大区图克镇天气状况真好，传出空难，互现场的人拢感觉唔敢相信。J'étais dans mon jardin. Il était à peu près 6h moins le quart. On a entendu l'hélicoptère décoller comme à peu près, comme régulièrement, parce qu'on entend souvent l'hélico. Et jusque-là, on ne s'est pas posé de questions. Et c'est quoi, 3-4 minutes après le décollage, qu'on a entendu un énorme fracas. 根据法国媒体引用警方讲法，事发当时机顶只有2个人，除了驾驶，乘客是达索航太集团第3代团员奥利维耶达索，2人当场死亡。法国媒体指出，检方目前调向刑罚上所为非主观误杀方向侦办。落落去的直升机属于 AS35系列，由空中巴士集团所属欧洲直升机公司制造，为1975年首度问世以来，产量有3590台。除了法国宪兵队以外，运用伫30外国警察单位，另外也部分作为私人直升机使用。达索航太是法国有名的军火商，台湾的幻象2000战机就是达索的代表作之一。另外，还有上新的平风战机，也有法国空军近几年来所用的其他幻象系列战机，和达索成做法国航太工业的代名词。虽然奥利维耶因为担任法国共和党的全国不分区国会议员，失去达索集团监察人的职务，不过外界估算伊的财产已完乎60亿美金左右。富比士的全球排名是第361。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自从缅甸官方的政变以来，当地民众逐天拢是行向街头。军政府的镇压已经造成50多人死亡，掠超过1800人，而且正国开始掠外国记者，已经掠10多人啊！甚至因是取消国内5个独立媒体报道权。军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暗砍事实。缅甸仰光的街道传出枪炮声，让居民心惊惊。为政变以来，缅甸军政府用武力镇压示威民众，也拘留数十名记者，其中缅甸时报甲美联社记者，各以公共地司法起诉，相关恐计会判3年徒刑。今麦当局阁拍算进一步控制言论，大动作所在媒体进入办公室扣留电脑、印表机甲部分资料束缚器，也阁宣布撤销5个包含进入缅甸7日新闻等当地独立媒体证照，无必可利用网络报道政变的现况。ကျွန်တော်တို့အခုဆိုရင်ညာဘက်တော့မကောင်းကောင်းမအေးရဘူးကျွန်တော်တို့လမ်းထဲမှာဒီဆန္ဒပြနေတယ်ကျွန်တော်တို့လိုပဲကျွန်တော်လူငယ်တွေလည်းအများကြီးပဲသူတို့လည်းထွက်ချင်မှာမဟုတ်ဘူးဒါပေမဲ့ကျွန်တော်တို့တော့မှကြောက်နေတယ်မထွက်ဘဲနဲ့ဆိုရင်ကျွန်တော်လူမျိုးအများကြီးရှိရင်ဒီရှေ့အရာကြီးအဆင်ပြေမှာမဟုတ်ဘူးအဲ့ဒါမှကျွန်တော်တနေ့ကျွန်တော်မနာ22ရက်ရှိတယ်ဒီနေ့ဆိုကျွန်တော်နေ့တိုင်းထွက်တယ်ကျွန်တော်ပြင်မန်းပြီဆိုတာကျွန်တော်ကြောက်ဆုံးရလူကိုကြည့်ပြီးကျွန်တော်အပြန်တင်တာကျွန်တော်ဒီအောင်နာအောင်တောက်တာ缅甸军方甲警方近日摆伫暗时进入并提随机开枪恐吓居民，其中仰光三桥区，逐天拢民众无顾宵禁伫街路划口户。当地初八暗时，警方就将当地差不多200位抗议民众围起来，特别进入并体检查，看是毋是闯三桥区以外居民，表示要处罚闯外来者人。若是挂实际领导人翁山书记领导的政党党旗，居民就会互人掠去。联合国特使安德鲁斯伫推特要求缅甸军方马上释放示威者，停止当局恐怖手段。联合国、美国、欧盟、加拿大甲英国拢呼吁缅甸军方让示威群众安全离开。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为着要防止病毒一直传，外国的杜拜机场也开始使用人面辨识的通关系统。旅客若总有伫柜台注册了后，唔免摕护照，也唔免摕机票，就当快速通关啦。免摕护照甲机票，只要甲喙暗甲目镜摕落来，
这套自动通关的系统会扫描旅客生物特征，完成身份的验证。规个过程只要5秒至9秒。因应疫情，杜拜机场大声启用这个自动查验通关的系统，简化旅客出入境的手续。Basically, we've updated our systems and smart gates to be more seamlessly for the passengers. So as you can see today, we went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for the seamless from Emirates check-in, where they take the biometrics at the first step, and then the passenger passes through the smart gates through the biometric data. 无论是过安检门、入去贵宾室，也是登机门，拢同款。这个当讲是零接触的自动通关，是靠人面辨识、甲虹膜辨识的技术，比英国持手印的方式更加精准。未来伫杜拜机场出入境的旅客，只要伫咧机场报到的柜台注册，就会当使用。Approximately around 154,000 already right now. When we start, most of them are happy. 为去年8月份开始，杜拜就开放边境，迎接国际旅客。机场只要有坐飞行机进前96点钟阴性检测的报告，就唔免居家隔离，会当入境。阿联酋航空甚至推出方案，只要伫飞行机顶去互画着确诊，就会负担所有隔离的费用。当局还阁设目标，要伫咧3月底进前，互国内一半的民众注疫苗，积极伫咧防疫甲维持经济之间找到平衡。即个开放人民辨识自动通关，想要互旅客出入境更加安心。不过嘛有袂少民众烦恼个资可能会去互政府摕去用。杜拜移民署回应讲，旅客个人的资讯，敢若会放伫咧阿联酋航空的系统，袂互第三方摕到。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伫咧孟加拉这个国家内面有150万个多元性别的人口，不过社会对同志议题依然是真保守。今年妇女节全国头一位多元性别的主播，伊徛上电视台报新闻，也是改变性别平权的印象。自信的眼神，经济伪装，孟加拉第一位跨性别新闻主播西西尔，特别妇女节头一摆对全国观众报新闻，3分钟的快播完美结束，并对同事鼓励破声，因欢喜甲流目屎。I was trying to overlook. আমার মনে হচ্ছিল পারফরমেন্স মঞ্চে কাজ করতেছি, সামনে হাজারটা দর্শক বসে আছে, ওইভাবে কাজ করছিলাম, কিন্তু ভিতরে প্রচুর মানে হার্টবিট ছিল। যখন শেষ হয়ে গেল মনে হচ্ছে ইজি, পারবো, আরো ভালো কিছু করতে পারবো, কনফিডেন্স বেড়ে গেল।西西尔10外岁时阵，就发现家己是查甫心，成长过程受到霸凌，甚至性侵，捌失败自杀未遂，也互爸母赶出家门，家己只能靠大毛生活，哪接受荷尔蒙的治疗，哪从事自身甲剧场工作，并且一直认真读书。今年1月成为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班的学生，也毋过伊无新闻相关背景，应征主播4月碰壁，只有即马这个事情为青病毒有勇气录出伊。আমি চাই না আমার কোনো কমিউনিটির মানুষ পরিবার ছাড়া থাকুক, কোনো মানুষ তার জীবনে কোনো মানবত জীবনযাপন করুক, সেটা তার স্ব যোগ্যতা ভেদে তার স্ব যোগ্যতা সে কাজ করুক।孟加拉大约有150万跨性别者，长期面临严重的歧视甲暴力问题，定沦落到做记者、性交易也是犯罪为主。虽然国家已经承认第3性，市民时代某一寡旧法依然会当互同志入罪坐监。电视台发言人表示，虽然某一寡观众可能会反弹，并都也是决心克服偏见，和西西尔发挥才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行政院对去年开始推动设计登录2.0等，要压制厝价措施。立法院本会期也有房地合一税甲囤房税的修法草案。在野党因也是虽然提出因的囤房税修法版本，朝野党团可能爱正拼势，才有机会达成共识。行政去年推动设计登录2.0，加查红单交易打炒房措施，也要伫立法院本会期提出修房地合一税，为回应在野党提出囤房税修法，正议也提出健全房屋税，也就是囤房税相关修法草案。不过，也有民进党伫委员会应该直接扣空厝税。房屋税的问题，基本上除了税率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税基的问题，就是评定限制的问题。我是房东啊。我转嫁到房客，变成怎么样？租金上升，这你怎么解？
防腐税属于地方税，根据了解，财政部研究修法方向是无直接依照户数定出差别税率，是倾向调悬非自大税率4.8%，但以自大税率维持1.2%。公道立委陈明忠的版本是将非自大税率上限提悬到5%，有4户以上税率明比5%较低。民众党版本是无分自大非自大，用累进税率持有户数上限是4.8%，时代力量版本是将自大税率调降到1%，户数增加税率增加，非大非行非用者认定是蹲帮行为，税率上限是8%。5%的税率对照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相对合理了。那假设不分第一户、第二户、第三户、第四户，因为有些是像在台北的人，他南部有房子，那并进来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会伤害到一般的民众了。我们目的不是要去惩罚这些多屋者，而是希望他们这些空在那里的房子呢，可以拿出来出租给别人。我们强调是出租减税，那囤房重税。囤房税草案目前只有在野党版本，为避免审查时正做被动角色，财政部改变进前无条件囤房税修法案的态度，专做主动。房地合一税甲囤房税修法两案，上紧用伫10月伫行政议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咧这个月一礼拜以来，就发生2件的抢案，引起市长陈其迈甲警察局长黄明昭的重视。黄明昭伫今仔日特别去拜会高雄甲桥头地检署2位检察长，针对着检警联合扫除非法手证的规划达成共识。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伊也挂保证讲，这个高雄的治安是无问题，抢案只是特殊的个案。3月初7尾暗嘛，一对离婚的翁仔某约伫咧高雄大树九曲洞车头附近谈判，不过谈判无成，这个翁婿竟然开枪，致使陪情某去谈判的2个朋友，去互枪弹着了后死亡。这个月初2早起，美术馆迄骹兜嘛发生警察甲嫌犯的抢劫案，一个嫌犯着枪了后送病院救无倒来。一礼拜来2件重大的治安事件，引起市长陈其迈的重视，要求警方都要严办非法持有枪的情形。第一个，具有杀伤力的枪支查获到，一律要声押。那第二个会溯源要求一定要溯源，达到买卖的通路以及改造的工厂。第三，会指派干练而且有干劲的这些检察官来指挥。警察局长黄昭明初到拜会高雄甲桥头地检署2个检察长，针对检查非法持有枪的情形，甲地检署达成共识。民代讲，高雄今年已经发生17件重大刑案，这个高雄的治安是愈来愈歹。不过大部分的市民煞是老神在在，感觉讲这是久久啊才发生一件的案件。我是觉得还好啦，我是觉得应该是个别的事件。正常诶，伫台湾差不多要当时要发生啥也无定。只能多加强一些巡逻跟检查，去改善这个维持治安的部分。毋那高雄，台湾这个月来已经发生6件抢劫案，地点拢伫咧6都。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立法院闭巡的时阵讲，民调显示民众对治安的满意度真高。突发的治安事件，情杀、仇杀难免。不过，我们都看到警方在第一时间就破案、逮捕嫌犯等作为非常有力，但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有计划的破获相关有关犯罪集团。南亚立委认为讲，苏贞昌的回应伤过老草，提醒政府应该要重视警察人力软化的问题。嘛讲地方的警察局长真正换人，呼吁中央都要让治安回归专业，这不是政治咧拼场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王公路拍蜡案今仔日进行监事辩论，针对着拍蜡问题，内政部有提出新的讲法，表示政府会当提供安全的零件，予原住民来制作拍蜡证。不过，原住民团体说是质疑内政部的讲法。狩猎不是原罪，猎人不该污名，猎人不该污名。花口河亚报条王公路新县案的言事辩论3月初9早时开庭结束了后，几落个原住民团体伫司法院门口开会后记者会，向大众说明开庭的状况。言事辩论针对原住民敢若会使使用家己制作的矫情这个问题，内政部警政署开庭的时阵有提出新的想法，表示会使甲国防部合作，提供安全的关键零件，让原住民家己制作的矫情更加安全。我们会协请国防部提供安全的主要关键零件，包括这个协助材料、这个器械结构跟保险设计，还有验证的测试。
包括训练跟能力的测验。我们相信它是可以是一把很安全的一个姿势，跟自制的枪支是一样，同样具有安全的。针对这个讲法，申请人王光禄认为这要是有安全的疑虑，而且若是已经愿意提供零件甲训练给原住民，是安怎无要归去提供一支安全、堪得使用的枪给原住民就好。零件来给我们使用，但是要是说，那怎么不会说一次就拿好的枪给我们就好了？干嘛要说一个零件给我们这样？是相当就是好像不适合我们了，对。是还是有安全上的疑虑这部分的考量。对。王光禄的律师团表示，大法官嘛是有问到，若是愿意提供零件，是安怎无愿意开放自实的矫情？而且若是内政部要设计的方案，应该爱先伫安全跟有效两方面挂保证。那其实律师团的立场其实很一致，就是原住民其实需要的是安全，然后又有效的猎枪。提供这个单纯的这个零组件就可以达成的话，那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他必须要提出足够的证据，因为刚刚大法官也质疑了嘛，全世界到底有哪些国家是真的允许原住民，然后是使用这个自制猎枪的？但是这个内政部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实际案例出来。今仔日的严肃辩论庭讨论原住民帕拉的文化权、生态保育、甲矫情的问题。司法院大法官讲，未来一礼拜内底，还阁会使使用书面的资料来补充观点。实现结果出炉的日子会伫咧1个月以内公布。原住民的帕拉权会安怎改变？原民团体表示，希望大法官会使修复宪法，甲原住民的文化权利还互因。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王光禄的帕拉案，农委会是讲爱修改现有的法令，互原住民买当掠保育类野生动物来者，不过动保团体确实无认同。不论作为哪人，王光禄甲几哪位原住民团体，透早就伫司法院的头前，用歌网烧出浓烟，上灯帕拉文化无罪，现行的法律违宪。随后，王光禄嘛伫宪法法庭强调，当初为着友好老母去山内帕拉，想袂到讲会互法院来判刑。或在狩猎的一个规范，以及信仰上的一个核心呢，都是针对大自然。所有动物是共生共荣。对王光禄因为8当前摕蜡枪、枪杀强啊等等的保育类动物，互最高法院来判刑的涉宪案辩论庭当中，农委会代表是表示，已经针对野生动物保育法提出修法的版本，将捕猎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去刑化改做罚款，嘛会针对21这一条加入自用。这个会期会报送行政院，若通过，也就是保育类的动物，将来会当适当来捕猎。但却引起动保团体反对。政府应该要有适当的管制，那这个管制就包括事先的申请、事后的报备，不应该扩大到它的自用，那不应该扩大到完全政府不必管制。那全世界的这个原住民的狩猎当中，其实也是包含保育类，甚至要有原住民的这个狩猎文化，不是单单看到生命的杀戮这个行为，而是整个狩猎文化的实践，其实是有助于整个族群的延续。辅助基金会律师嘛表示，根据林务局的资料，野生动物的群体数量并无因为帕拉来减少，未当认定原住民帕拉甲动物保育有冲突。另外，证据嘛包括帕拉爱事前许可，而且爱登记种类甲数量。不过，原住民对拍到什么动物根本无法度来推测。农委会是伫宪法法庭表示，会朝向部落自主的模式来管理。记者林雅文台北报道。伫咧台北有一位有心的查某民众，甲公司请假去做检查安胎，落尾去互公司检薪水，佮家洗头路。这个民众去申诉了后，劳动局依照着性别平等法，甲这间公司罚2万块。这位国家创新奖由一群医疗管理人才组成的团队，事业版图佮探家中国的公司，和一名姓林的女业务控诉，伊4年前有薪的时阵，请产检甲安体假煞被公司减薪1万，甩去到资遣。特市劳动局以违反性别法，罚2万，自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进前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败诉。
我们公司一开始就说那个已经营业不彰，然后就亏损，那总经理率先提出要减薪，没有针对性，总经理都减了，而且幅度很大，他们按照他们薪水的比例。资方委任律师指出，减薪甲请安提假无关系，因为公司营运无好，才安尼做。啊，毋过强调，资遣不只有提前预告，对方也同意才进行符合最后手段性原则。在他资遣之后，他还照理说资遣之后，应该是对于人力应该要重新盘整。那公司又在人力银行里面招募。那等于是说用低薪要来取代他原先的高薪。选资方认定资遣过程合情序，啊，毋过台北市劳动局表示，业务员伫申请安退过程中，一直互公司阻止，故意业务受案为理由裁员了后，搁另外请新人，批评公司处分不当。另外，这现任的女业务也提起民事官司，专案上诉最高法院依然在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那准是幼囝发展了上过慢，也就是咱讲的发展迟缓期。3月进前是正重要黄金时期。有基金会表示讲，除了资源不足以外，有真侪是因为观念去害着这寡囡仔的。颠倒是爱注意讲，早期疗愈对囡仔是正重要的。甲因妈妈做伙伫咧店佚佗，这个3岁囡仔看到真活泼、真古锥，真好想象伊出世的时阵，敢若有23礼拜，500多公克尔。因为早产，肚边的脑受到损害，喙、脚甲手的功能各样。这3年来，差不多拢伫咧做复健。像那个语言治疗有帮我们有教我们做一些口腔的按摩啊，然后或是一些口腔的刺激，因为他就是左脑伤，还有影响到他右侧的神经，然后我们就是有配合治疗师，我们就是会固定把它拉紧这样子。经过专业教保人员的协助，伊目前已经会当理解简单的生活指令，还会当发出简单的语音，甲大家互动。伊的基金会表示，为0岁到3岁是发展较慢的囡仔黄金的治疗期，不过除了资源无够以外，有不少个案是因为观念等等外界因素，所以无要意早期疗愈的重要性。蛮多家长他们其实怕孩子被标签化。然后就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各个资源。如果比较接受孩子的状况，那他相对于孩子的一个疗愈的部分，那他也可以跟我们老师配合得很好。伊甸基金会替发展较慢的囡仔做早期疗愈的服务超过28年，目前伫全台湾有27个据点，平均一年协助超过2万个发展较慢的囡仔，也有家庭。今年邀请歌手张震岳甲顽童 MJ116创作公益歌曲。希望会当提醒民众注意早期疗愈的重要性，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互发展较慢的囡仔更较侪支持甲包容。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3月开始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甚至也引起政坛伫咧讨论讲，中国早就已经有台湾农产品的品种啦，甚至中国甲农产品生产出来了后，开始甲台湾抢市场。农委会强调讲，会采用禁止销倒转来、保护目标市场等等的方式来做应对。台湾金钻往来台农17号真受中国市场的喜爱，小王兑换的顶级品一粒会当卖到台票500块，一般品质也是中国往来的几啊倍。也毋过昨年研发的台农17号无品种款已经互走到中国量产，过来也有较侪品种款的水果流入中国，包括释迦、茶米，甚至传出莲雾、酸叶也拢有。也毋过农委会讲，有心人士若要早出国，实在是抓袂到。那在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去做采伐，携带到国外去的时候，因为它的体积非常小，所以很容易做夹带的动作。农委会表示，两方法令无同，就算伫中国申请品种款，也真歹有保护作用。上海情况就发生伫磨刀，中国出伫台湾品种，荷兰外销日本抢市市场。农委会赶紧伫日本申请更加新的品种款，伫第三款规范更加强嘅日本，才会当补助年产达到27亿的磨刀产业。那你一旦申请品种权的时候，就算我的种苗被大陆偷走了去种植，至少它在外销我们的目标市场国的时候是可以阻挡的。品种轰炸出口是真歹查，农委会拍算为后端来帮忙。除了保护目标市场，像越南也提到国内台南11号稻米类似问题，农委会将采取伫国外生产的本土品种，禁止回销台湾，阻止境外。目前这么侪水果品种流入中国，农委会评估对台湾本土市场的伤害也无啥明显。记者综合报道。
今麦的水资源是正珍贵，新竹市水资源回收中心今仔日是专工启动 RO 刷档式的净水设备操作演练，确保逐工会当提供1500吨的再生工业药水，也有1万吨的回收水。透过这套 RO 移动式的净水设备，过滤出来的水甲原底的水比平，加清气真多。经济部水利署的新竹水资源中心，逐工会使提供1500吨 RO 再生水，称作工业使用。另外，还有1万吨的回收水，通好用在清洗路面、消防灌压等等。每日可以产水1500吨左右的这个水量。到目前为止，厂商在这边呢，因为做节水或是相关的这个调控，或是备源的这个取水量已经有超过1000吨左右的这个量，所以我们加紧脚步来做好这些抗旱的这个工作。当然，我们也持续的来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进行相关的节水的作业。新竹市长林志坚表示，稳定的供水对新竹来讲是真重要，因为新竹有真济半导体产业，呼吁地方甲中央合作，用早为上海的状况做准备。此刻呢，我们最需要的是雨水，而不是口水。那我们抗旱就跟防疫一样，需要中央和地方一起携手努力哦。新竹科学园区目前每天用水差不多15万吨了哈。那按照旱灾中央指挥中心的指示哈，我们现在厂商的节水跟同期去年度比是要节省11%了哈。那目前为止，我们也有达到这个目标。这波全台湾水情接来的状况，恐惊会一直到6月。市政府嘛呼吁大家做伙对生活中准则用水，度过一届欠水的难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阿里山管理处为着要推广阿里山的主题旅游，整合家己地区的产业，也佮结合着在地发展协会，并希望讲来替咱的台湾的旅游创造更较多竞争力。3月初10，阿里山的樱花季就要正式开始，为着要吸引民众来阿里山，交通部观光局、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结合在地咖啡地米业者，配合旅行社甲饭店，希望在目前较无法度出国的这段时间，增加民众来阿里山旅游的意愿。因为疫情的关系，大概不能出国哈。那相信那个国旅的已经很多了。好，据我们统计，大概游客人数比去年大概增加30%左右。大家还是担心疫情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最好的那时候，所以嘛是做需要外围的人去入来咱嘉义县市阿里山这来佚佗。针对阿管处要增加阿里山旅游的做法，在地社区协会甲产业拢表示真认同。不过，嘛有人认为，目前当着是国内旅游，总有一天会搁平静落来，嘛要思考未来的规划。在旅游路线上面，可以让游客增加那个消费的那个量的话，或认识更深入一点，我觉得很好，这样对产品是有帮助的。不可能说我们国旅一直在台湾本岛里面一直绕，那之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束的一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囤积够多能量之后，那国外的消费者进来台湾之后呢，把这样的一个完美的或者是规划很好的一个旅游行程推广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社业者表示，阿里山樱花季了后，所来还有亲像火金菇这种的特色活动，嘛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整合观光的资源甲在地产业，替阿里山的区域观光建立会当互相协作的观光产业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台南六甲的保安宫外口的门神彩绘开始落实啊，所以请林江国宝洪炳顺老师带学生做伙来修复伊较早的作品，师傅含这个师仔同齐拍拼，要保留传统珍贵的传统技术。看林江国宝洪炳顺老师一笔一笔斟酌甲幼路的线条画出来。这是台南市六甲乡的保安宫，伫这防灾中段元岁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保安宫现处时的建筑嘛有40栋啊，庙门顶悬的门神嘛开始有落实。所以原底作家，也就是传统彩绘国宝艺术洪炳顺，就专工为婚林来到台南六甲，修复伊英国作品。我知我较在塑造风格嘛吼，模仿面有需要去调整。我差不多方向是安尼啦。我
那部迄边遐有种当个医生伫我家，当然你嘛是第机会，往这了解修复的迄个宏观啦。已经超过75岁洪炳顺，即马还阁真用心咧创作，甲指导侪学生、艺生，传授伊一生磨练出来的彩绘功夫。即摆伊也带伊的学生做伙来到六甲修复保安宫的彩绘，希望会当借这个产学合作的机会，增加因实际操作的经验。有那个使命感，做一点工本位而已，把这个他以前的作品来把它修复了，一些细部的手指啊，或是一些比较精细的武器的一些泥塑都已经有脱落了。他们希望能够来这边协助来这边复原。另外，原底是来协助修复彩绘学生，嘛注意到门口的黏花啊有起角啊，佮主动提出要来斗修复，将即马已经真罕见的红门涂做的黏花啊复原，透过师生同齐用心维护，希望会当互庙宇丰富佮珍贵的传统艺术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小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5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